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1月18。提摩太前书4章6节到8节。你若将下面的事教示兄弟姊妹，就会对所信的信息甲所顺探健全的教示得到培养，照做基督耶稣的好册用，就拒绝粗俗甲空洞无影者的传说，为着敬虔的生活，就继续操练家己，操练身躯有淡薄的利益，因为有现今甲将来活命的应允。保罗提醒提摩太，对伫信徒会不断伫遐来提醒甲教示因，就伫信仰顶头对所信的甲所顺探，才会健全的教示，咱会通得到属灵的培养，会通成做基督耶稣好的册用。总是毋通去顺探遐粗俗、空洞、无影者的传说，因为这会互咱的信仰偏差歪错。所以保罗提醒勉励当时的信徒，就伫信仰生活学习敬虔来过日，也因为操练敬虔，会通得上帝的祝福。一般的人操练身躯所得到的利益，不过是淡薄，总是操练过敬虔的生活，就伫今世甲将来的活命，要得主对咱的应允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会通行伫伊所欢喜的路，也坚固咱的心，互咱会通伫伊面前来徛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